朋友们吉祥，请看查北京乡村大全持续更新中，您的支持是老王的最大动力，点关注不迷路，足不出户，带您逛遍北京各色美丽乡村，赏遍京郊田园好风光。本期视频拍摄的是北京市昌平区北戚家镇南戚家庄村，视频分为3个部分，此为第3部分。南戚家庄村为北京市昌平区北戚家镇下辖行政村，位于昌平区东南端，东临顺义区，南接朝阳区，毗邻奥运村区域，地处温榆河南岸，土壤为红基冲基沙性土，地下水资源丰富。村东距京承高速公路1公里，村南临小清河，村域面积640亩。该村属城乡结合部，村民以房屋出租为主要收入来源，流动人口规模大，为典型瓦片经济模式。其村庄历史沿革非常复杂，详尽介绍在第1部分，感兴趣的朋友请自行查阅，感谢观看。光陰不復來，離別故鄉，如今終究放不開。誰能夠掩蓋匆匆漂泊這無奈？歷盡風霜風采，終於感到依戀的存在，默默痛心，曾經的我最不該。望着那張臉，多少希望與期待，淚流是夜把晚，心裏面自愛。茫茫前路盡是障礙，憑着年少可衝來，但是未遠走，相襯只容易更改。茫茫年月誰能永在？但求父母安康不再。係我只想漂泊天涯，亦在愛。終於感到依戀的存在，默默痛心，曾經的我最不該。望着那張臉，多少希望與期待，淚流是夜把晚，心裏面自愛。茫茫前路盡是障礙，憑着年少可衝來，但是未遠走，相襯只容易更改。茫茫年月誰能永在？但求父母安康不再。係我只想漂泊天涯，亦在愛。茫茫前路盡是障礙，憑着年少可衝來，但是未遠走，相襯只容易更改。茫茫年月誰能永在？但求父母安康不再。係我只想漂泊天涯，
亦在愛，常在我心中生擁恩情是最愛，常在我心中生擁恩情是最愛。呀，我口里都我就累了，哎呦，我第二天比我去你管的。朋友们好，南齐家庄村视频到此结束。村庄聚落不是很规则，但是商业非常的发达，也是这种典型的人口倒挂村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拜拜。看给老王热的，这脑袋汗。